凌晨5點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窮爸爸 Leo。一直以嚟，我以為我只要努力，我就會安樂無憂，仲要係好多錢嗰隻。細個嗰陣，爸爸媽媽教我哋努力讀書，入間好大學，搵份好工，努力工作，要勤力，要抵得諗。只要肯做，其實行行都可以出狀元，總有一日會出頭。記得啱啱大學畢業做 designer 嗰時候啊，好勤力。真係好抵得諗，日日做到好夜 ，OT 覺得正常，星期六返工覺得正常，俾老細諗都好正常。凌晨覆 email、覆 WhatsApp，全部都覺得好正常。因為嗰陣時我相信，夠努力、夠投入、夠 passion， 就應該可以遙遙直上。但係人越大，開始覺得有啲嘢唔對路，發覺原來世界唔係咁樣運作。你試諗下，其實呢個世界有更多比我努力嘅人，但呢一世都只係啱啱夠過生活。你睇下出邊跟車嗰啲貨車哥哥，茶餐廳洗碗嗰啲阿姐，日日身水身汗，幾撚錫喎，大佬。又有啲人未必比其他人辛苦，但係收入可能係已經高過你幾倍。我嘅意思絕對唔係話佢哋唔努力啊，只係好鬼好奇。Why？ 普通人最常做嘅一件事就係用時間換錢，返工8個鐘、10個鐘、12個鐘，以為做得越多就越賺得多。但同一時間，嗰啲人年紀越嚟越大之後，佢哋開始會慢慢有一種恐懼，因為佢哋知道時間其實係有限嘅。以前可以捱夜，可以搏命啫，可以加班，可以連續返幾日。但係隨着年紀越嚟越大，體力會慢慢咁跌，精神力又係慢慢咁跌，始終會有一日，大家會開始問自己：如果我去到做唔到嗰日，我有冇辦法用時間再換錢呢？咁之後點算啊？重點嚟啦，其實好多人開始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呢，往往已經嚟得太遲。所以而家我慢慢明白，真正有價值嘅未必係你而家用時間嚟揾錢，而係你有冇用你嘅時間去學習、增長知識，利用相關嘅知識令到你嘅錢可以幫你揾錢。以前我成日覺得投資係啲有錢人玩嘅玩意啦，普通人努力返工算啦。但而家發覺原來有錢人同普通人最大嘅分別，其實唔係收入，而係佢哋嘅思維，係佢哋嘅視野，係佢哋累積落嚟嘅經驗同埋實行力。好簡單，窮人一有錢就想消費，喺佢哋自己嘅崗位做到有少少成績，就想獎勵自己，換電話、買名牌、食好啲，去下日本、去下泰國。難聽啲講，其實我爹哋媽咪都係咁樣，因為我哋細個一路都係咁樣俾人教嘅，就係辛苦咗，辛苦完，好好享受一下啦。但係另一方面，有錢人就喺度不停累積資產，然後佢哋用佢哋嘅資產幫佢哋揾錢，享受對佢哋嚟講只係一個結果，唔係目標。佢哋真正追求嘅其實係累積。有一次我同一個好好嘅朋友飲酒傾偈，嗰一次真係俾佢一語道破。佢同我講：你講乜春努力同埋有錢啦，根本兩樣嘢嚟嘅。蘋果同橙有得分啊？九唔搭八。嗰一句令我恍然大悟。我好記得佢仲同我有講，努力本身其實一啲都唔值錢，個重點係你呢份努力擺咗喺邊度。同樣努力10年嘅人，有啲人資產一路累積，有啲人只係不停消費，消費佢哋自己嘅時間，消費佢哋嘅青春。聽完之後我打咗個突，之後佢繼續講：你而家做緊乜嘢啊？你知唔知自己其實做緊啲乜嘢啊？你有冇揀過你嘅方向啊？其實你有冇認真諗過㗎？你而家每個月除咗生活以外，剩低啲錢去咗邊啊？諗深一層，10個人裏面起碼有8個冇真真正正咁正視過呢啲最基本嘅問題。最有肉嗰句嚟啦，佢話：何況成日講努力努力，呢個根本就係所謂成功嘅 baseline， 一啲都唔特別。窮人夠努力咯，你估有錢人唔努力咩？咁其實有邊個唔努力啊？唔好仲成日講努力啦。
講完呢個努唔努力嘅 concept 之後呢，我真係想講一講消費呢樣嘢。而家呢個世代根本上就係不停刺激你嘅消費慾望，唔係一啲普通嘅手段，係啲植入式注入喺所有媒體同埋流行文化裏邊。上一代嘅長輩放工最多行下超級市場，去下百貨公司，然之後翻屋企睇下電視，跟住佢哋就真係去休息。而家2026，我哋全部人都揸住部手機，一開部手機，全個世界都叫你買嘢。IG、YouTube、TikTok、小紅書、淘寶，每一個畫面都同你講，你值得更好嘅生活，你值得享受，你應該即刻立時去開心行樂。其實佢哋真正嘅目的係營造一個假嘅理想生活，要你無止境地消費。因為只要每一個人不停消費，互相比較，就會繼續不由自主地繼續 scroll， 繼續買，不停追求更多嘅即時快感。呢個就係佢哋嘅營商手段。Anyway， 入返正題，以前科技未發達，好多嘢做唔到，但而家其實反而係人類歷史上工具最多嘅年代。以前上一代，如果你想創業，你需要好多本錢，租鋪、請人、入貨等等等等。但而家唔同 ，AI 開始出現之後，好多以前做唔到嘅事，普通人已經做到。寫文、剪片、做設計、做音樂、做生意，甚至投資分析。以前可能要一間公司先做到嘅嘢，而家一個人、一部電腦、一部手機已經做到晒。問題從來唔係冇機會，而係大部分人仲未切換佢哋自己嘅思維。直到近呢幾年，我深深體會到，原來真正改變人生嘅唔係你嘅收入，而係你嘅習慣。你每日點用你嘅時間，點用你嘅專注力，點用你嘅腦。因為而家最值錢嘅資產其實係你嘅專注力。你嘅專注力朝着邊個方向去，人生就會向住嗰個方向去。如果你每日放工之後淨係不停消費人哋嘅內容，咁你嘅人生好容易就會成為咗人哋嘅觀眾。近年我好着心地慢慢逼自己改變，唔係突然要創業，唔係突然要達到財務自由，而係開始慢慢學識少啲消費，多啲創造，少啲比較，多啲思考，少啲消遣，多啲投資。我仍然 keep 住好努力，只係個力用喺另外一個方向度。40歲之後，我開始唔再追求睇落成功嗰種狀態，反而自己諗點樣令自己未來10年到我50歲嘅時候可以活得輕鬆少少，點樣令屋企人安心啲，點樣令自己老咗之後唔需要太辛苦、太煩惱。所以而家我成日都會 repeat 一句：人生唔係靠一次翻身。事實上係要靠每一日少少咁累積翻嚟，累積知識、累積經驗、累積信用、累積人脈、累積資產、累積眼界。當你慢慢累積之後，時間耐咗，回報就會慢慢咁出現。加油！我哋大家一齊改變，一齊進步。我係窮爸爸 Leo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 channel， 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感謝。又係時間換衫返工啊！你估唔使做咩？下次朝早5點再同大家一齊吹下水啦！拜拜。